咱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咱搁一遍伫主日礼拜中间来敬拜，值得咱敬拜的上帝。牧师这一遍到北美去参加北美教牧会议，真感谢大家替我甲牧师娘代祷，一切拢顺利平安，伫遮大家说多谢。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属灵的儿女的第5讲，就是器具吼。咱做上帝属灵的儿女，应该爱诚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要哪诚做上帝合用的器具，这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愿在你的话充满开力，会通更新、调整、改变阮的生命。阮也真实明白，阮是命运的囝儿，应该爱用阮的生命来回应上帝的疼痛。主，阮恳求你帮助阮，阮透过今仔日你所爱阮知的信息，调整阮成做你合用的器具，会当透过阮的生命来荣光你的生命。求主帮助，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首先，咱先来了解咱今日所读的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的背景。咱看这张图哈，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第2遍伫罗马坐家的时写提摩太的一张批信。这张图是咧写保罗伫第3遍旅行传道了。伊因为要上诉罗马皇帝，所以伊就往罗马的路程去，就是往罗马要去上诉罗马的皇帝。这是有人讲这是保罗的第4遍的旅行传道啦，但是总是伊是受压要去罗马，后来伊到罗马了，就受关伫罗马。这是第1遍，伊伫罗马受关。但是如果咱若参考《使徒行传》第28章，咱知影，伊这边受掠受关是受到真大的优待，所以伊毋是关伫迄个家牢内底，伊是关伫伊家己租的一间厝内底。然后罗马皇帝、罗马政府派士兵、派官员来固守伊。伊会当伫家己所租的这厝内底，会当用阮伊的朋友、伊的同工，随时去探访伊，甚至伊也有机会来别人传福音。安尼伊伫罗马受关2冬了，后来被讨放。讨放了后无偌久，伊搁伫马其顿被逮捕，然后搁送去罗马坐第2遍的监牢。第2遍坐家伫罗马是非常辛苦，迄个时阵所有的同工袂当随意来探访，所以真侪人无法度伫保罗身躯边，只有路加陪伫保罗的边啊。保罗伊家己也伫这边中间，伊认为伊可能无法度被讨放，无迄个机会被讨放。甚至伊也知影讲，伊可能会伫家牢内底顺道，所以伊就想起伊一直栽培即个少年的同工，伊属灵的囝儿提摩太，所以就写提摩太后书给提摩太。所以咱若看这条表这条表是大概啦这是圣经学者因整理出来，大概保罗写批的年代甲顺序咱注意上尾一点就是。上尾一本册应该就是提摩太后书这是保罗第2遍伫罗马关家的时阵所写的上尾一张批信。就这张批信咱若看这张批信的第4章第6节，伊安尼讲，伊讲我现在被关定我离世的时已经到了。所以保罗伊就真清楚讲，伊这一遍可能无法度被讨放，甚至伊会顺道伫这个监牢内底。所以提摩太后书会当讲是
保罗的遗书啦，伊最后的一本写的一张批信，伊的遗书。咱知影吼，一般人若要写遗书的时阵吼，一定写上界重要的代志对无？重要的代志拢会写伫顶面嘛吼。所以这批信中间吼有真宝贵的内容，会当互咱得到真侪帮助甲激励吼。因为遗书拢是写上界重要的吼。我毋知大家敢捌写过吼。牧师吼，即一遍甲牧师娘要去北美吼，我咧想，我是无遐尼烦恼啦，但是牧师娘小可会烦恼讲吼，万一若发生啥物代志，阮两个拢出去吼，厝内底留两个囡仔吼，可能有一寡重要的代志要爱来交代吼，所以吼，伊就写一本册哦，一本哦，毋是一张尔哦，一本册嘿，伊就一本册写的吼，放伫一个所在，甲阮查某囝讲吼，迄本册放伫遐吼，那万一爸爸妈妈有转来，你就免看吼，若无转来，你较去看吼。我毋知内底写啥物物件啦，写一本写真济啦吼。但是我相信伊就是写重要的代志嘛，吼，因为有一寡爱代志爱交代，拢写伫内底吼。所以吼，咱就真清楚吼，一个人若要写遗书，伊就写上界重要的代志。所以咱来看保罗写互提摩太写啥物款的代志吼。其中咱今日所要读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伊教是提摩太爱做合主所用的器具吼。咱来看，第一，伊安尼讲吼，伫大户的人家吼，这我是用和合本的翻译哈，因为咱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我感觉比较无遐尼好清楚吼。伊是讲反映大经厝内底吼，有金器、有银器、有茶器、有灰仔做的器具吼，有诶做贵重的，有诶做卑微的吼。这是咧指啥物货？其实咱详细来看前后文，咱就知影。保罗咧讲，伫大户的人家吼，就讲伫大经厝内底，其实这是指教会啦。伫教会内底，有金器、有银器、有茶器。有灰仔做的器具，这无共款材质所做的器具，其实是比如信徒啦。伫教会内底有无共款性质的信徒，这器具材质无共款，是代表什么意思？有几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指属灵文书无共款。咱知影教会中间，上帝安排无共款的人伫咱的教会，有人会晓唱诗歌，所以参加圣歌队。有的人虽然五音不全，但是伊会晓红教导，所以伊会当做主日老师。有的人会当真关心人，会当做招待、做探访。有的人真斟酌，会当做财务的管理。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文书，所以上帝安排无共款文书的人。伫一间教会内底，每一个人性质无共款。第二种有可能是指社会、社经背景无共款。信徒中间有各行各业，有公务人员，有做生意的，有学生，有家庭主妇，有退休的人。这人的背景是无共款的。嘛有可能是指每一个人外在条件无共款。有的人身体真勇健，真有体力；有的人虽然较弱势，但是头脑真灵巧，会当做其他的事工。所以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文书，无共款的社会背景，无共款的外在条件，集中伫教会中间。以上这无共款，亲像一个大户的人家内底，有金器、有银器、有茶器、有灰仔做的器具。这器具。有贵重有卑贱是啥物意思？当然有一寡圣经学者是认为讲，保罗咧讲金的银的，这是较贵重的；茶的灰仔，这是较卑贱的。但是我来想看嘛，应该毋是指安尼吼，因为性质无共款，嘛是有茶的物件真宝贵的，有灰仔做的嘛是真宝贵。这无一定。
所以到底什么是尊贵，什么是卑贱，是安怎去分别？其实咱也详细来看器具的尊贵甲卑贱甲材质其实无什么绝对的关系。咱毋是用世间人的眼光价值判断讲金的就较贵气，差的就较无好，毋是安尼。器具上界重要就是爱合理使用啊。若会当互主使用，就是尊贵；无互主使用，就是卑贱。咱袂当用世间人的看法去看比如讲无数举一个例，咱知影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是骑啥物入去？骑驴仔嘛，我问看卖，咱若用世间人的眼光来看，你骑一只马入去，甲骑一只驴仔入去，迄场面无啥共款嘛？马悬大佫走了紧，看起来都真安尼，真威武啊，真好看。驴仔遐尼细只，佫行了慢，但是这只驴仔愿意互主用，伊就是贵重的器具啦。咱看耶稣基督的门徒，大多数拢是掠鱼的，甲抽象的。伫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这人是较中价层的，甲法利赛人比起来，一般人的眼光看，当然是法利赛人较贵气啊。但是咱知影，福音就是透过这的人传播出去的。所以一个器具的贵重，甲伊的材质应该是无绝对的关系。一个器具的贵重是在于伊会当互主来使用。那安尼要安怎诚做互主使用贵重的器具呢？咱继续来看，圣经咱讲人若家己清起家己，脱离卑贱的事，就的确做贵重的器具，诚做圣洁，合理主所使用，准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保罗强调讲，人若清起家己，得当互家己诚做贵重的器具。举一个例来讲，咱若厝里发现一个茶杯啊，迄茶杯啊是黄金包银，真水真水的，甲看起来敢做有价值，但是咱来看起来讲，哎哟，内底有鸟鼠仔屎，有家蛇死伫内底，这杯啊，你敢敢倒茶来啉？毋敢嘛，你爱先啦，摕起来这个杯啊，洗好清气。洗好清气了，咱才会当使用嘛。所以相反，不管你是什么款材质的器具，你爱清气家己了，会当诚做贵重的器具，互主来使用。然后到底要安怎清气家己？保罗伫遮继续甲咱讲，伊讲你爱多撇少年的私欲。甲迄清心祈祷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甲和平。伫遮保罗用三个动词这三个动词帮助咱会当，互咱家己清气家己，来合理使用。咱一项一项来看。第一项，保罗人讲爱多撇，多撇啥物货？多撇私欲。私欲就是讲无正当的欲望甲念头。咱知影要诚做上帝合用的器具咱就是爱满足上帝的心意嘛。若你逐项拢是用家己的私欲做大先的时阵，你免满足上帝的心意。所以，咱讲家己清气家己的第一项要件，就是讲你爱除掉你家己的私欲。保罗甲咱提醒讲要怎除掉，就是爱多撇多闪。多撇毋是软弱的表现多撇是一种战略，就是讲咱爱多撇迄个会诱惑咱，互咱私欲陷入无合上帝心意的中间迄款的物件。虽然面对撒旦的试探咱毋通讲我做有信心的，我一定战赢的通常若有即款的意念的，拢会战输啦。所以咱唯一的方式就是会当逃闪，逃到倒位？逃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耶稣基督把咱保护。这是第一项，爱多撇私欲。
啊，得票的过程中间，咱爱做啥物代志？爱不住祈祷。不如讲爱甲迄个诚心祈祷的人做伙追求。祈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咱若定义要清起家己，应该爱透过祈祷，因为咱知影有时阵咱要得票咱的需要，咱心生愿意，肉体软弱啊。这时阵就是爱透过祈祷嘛。祈祷咁真正通帮助咱。你想看觅，够一个人会当同时祈祷，佮同时犯罪。所以圣经咱讲，毋是一时啊祈祷尔，是不住祈祷的，一直祈祷。更加何况讲，咱啊照上帝心意去祈祷，上帝就会听嘛。圣经咱讲，如果咱伫上帝面前坦然无惊吓，因为咱确实知影，如果咱啊照着伊的旨意求，伊就会听。一个要得票家己需要，要满足上帝心意的人，伊乃能透过祈祷去追求上帝的心意，自然而然，伊会当闪避伊的需要嘛。第三项，头前两项是较消极的，特别是闪避需要，或者是消极的。但是第三项就是爱追求啊，追求就是积极去装备家己。当然，咱世间咱会追求真正代志，但是圣经咱提醒讲爱追求公义、信德、仁爱甲和平，互咱属灵的品格会当更较丰富，更较满足上帝的心意。所以咱要针对上帝合用的器具，就是爱得票需要，不住祈祷，追求良善。然后咱知影，咱已经准备好家己才做一个器具啊。这器具毋是放伫遐，互人欣赏的。器具就是爱互主使用，摕出来较有会当产生伊的功用嘛。所以爱进入第三结果咱的周报中间牧师袂记来放第三点请大家来加第三点。第三点就是准备件好事啦。就讲你清起家己了，这器具已经准备好啊，你着爱互上帝使用去行好的事嘛。圣经大人讲，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爱的确做贵重的器具，真做圣洁，合理主用，准备件各样的好事啊。保罗伫以弗所书第2章嘛讲，咱原本的是伊的工作，伫基督耶稣内底做成的，为着互咱行好，就是上帝所准备互咱行的。要行什么款好？牧师有3项建议。第一项建议就是咱去分享福音。分享福音是上界好的代志。分享福音是咱会当带互别人上界大的祝福，因为会当透放拯救人生命的福音，甲其他人分享，这是上界好的好所行。好的物件爱甲好的朋友分享。当咱每一个属灵的囝儿，咱接受救恩了，咱爱设法分享出去。保罗按人劝勉讲，恁甲非信徒来往爱有智慧，爱把握机会。把握机会的意思就是爱将福音分享出去嘛。有虽然问恁中间敢有人，恁中间敢有迄个恁的朋友亲戚要未信主的，有嘛对无？差不多每样拢有嘛。遐人就是你的负担。咱特别咱明年要庆祝110周年，咱有推动一寡活动，特别有一个就是讲，咱迄提名替一寡人祈祷，咱拢有摕到迄个手册嘛，咱就将咱这还未信主的朋友，咱的亲戚的名写伫迄个簿仔顶面，逐工替伊祈祷，然后咱有机会。比如讲，咱教会有办什么款的活动，就邀请伊来参与，互伊能借着这个机会认识上帝，咱将福音分享出去。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啦，这就是好所行。所以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就是关怀弱势，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代志。圣经中间一再强调，咱来关怀弱势，需要帮助的人，咱爱伸出双手去帮助伊。现在台湾社会也有真侪欠缺，
上该欠缺就是对这弱势者的关怀。这是咱教会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人需要做的代志。咱教会有一个委员会，叫做教会甲社会委员会。每一档拢会通过真侪无共款的活动，去关怀这弱势。咱也让做伙来参与。第三项就是追求公义啊！圣经中间，咱拢会记这段经文哈，米迦第6章第8节，讲上帝已经指示咱什么是好，伊要求的就是行公义、好人品、谦卑甲上帝三角行。行公义、好人品、谦卑甲上帝三角行，这是上界好的事。所以咱来追求公义啦。今仔日，咱伫徛起伫这个国家，也有真侪这无公义的代志发生伫咱四周围。咱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爱去关心这个代志。当咱愿意去追求公义的时阵，上帝高地临一步一步临在伫咱的中间。愿上帝亲自帮助咱。互咱准备好家己，清气好家己，真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然后来行这好的事，就是宣扬福音、关怀弱势、追求公义。我相信，唔单单咱的教会，咱的社会会因为教会存在，来真做得到真大祝福的所在。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阮感谢你亲自竞选阮，成做你的儿女。主，阮知，阮应该爱用阮的生命来回应这么大的恩典。求主装备阮，清气阮，互阮会当透过刀片私欲，不自祈祷，追求良善，来准备好阮家己，成做你重用的器具。求主也使用阮，互阮会当透过宣扬福音、关怀弱势、追求公义，来成就你的旨意伫阮的中间。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